2028年，咱台湾要选总统，也中国要放过这个机会。根据日本媒体报道，中国想要在2028年来阻止总统赖清德连任，说落来要警戒中国操作言论，尤其是应用 AI 来介入选战。2026台湾9合1选举无到一年，日本土卫新闻第2讲，中国正利用生成式 AI 技术对台湾进行介入选举。内容讲到美国范德比大学国安研究所摕到一份听讲是北京企业中科天基的内部文件。这个企业提供的系统会锁定有舆论影响力的人物进行解析，结果利用 AI 生成虚构人物散布资讯，就此影响目标。报道更加警示，习近平政权想要在2028年阻止总统赖清德连任，预计在最后战役，也就是2026年选举了后，会加强舆论影响。这种网络介选的确在民主国家，就是已经变成一个新兴的威胁了。包括就是在欧洲的选举，还有在美国的大选，特别是在川普1.0末期的时候，当时有这个黑人的命也是命，那也被发现中国领事馆也这鼓动他们的留学生参加一些地方的抗议的行动，这些都是中国威权政治企图颠覆民主国家的事实案例。对了，中国经由各式的手段来渗透操作，其实早伫进前，面册社群就出现，我是台北人，我是屏东人，这大量亲像美将面册唔呐，大头相片相款，发文内容也差不多拢是用 AI 写的新闻，就惊是有组织的行动。立委提醒，第一点看这个网络出信息也提高警觉。许多都是行销公司、政党或是政治人物在背后做政治操作，一开始会用讯息养粉丝、带风向，到了选举就立刻翻群，变成参选人的后援会。大量的我是某某人的特定的粉专，那他们的风格都很相近。我们也希望说有关单位能够多了解民众在阅读类似的粉专的时候，提高这个识读能力，那不要被诈骗。根据公开的资讯显示，这美将面册备案负责人导向一间位伫台北的科技甲行销公司，伊服务的项目确实有包含市场调查甲社群媒体能见度，不过实际敲电话这个公司，结果进前也未得到回应。记者综合报道。